识包的，那识包的内底当中呢，咱用啊，从识包开始，来做强辩。我这个读书遍，对科学发表读书遍，对啦吼。语文默契70年，默契70年，有能菩萨，将东风来，一出家，一在家，当时兴化，建立我中，地吸家人，强梁法师，文物，以知将上，为做应献以来，传授几代，愿随开始。愿随开始。这段呢就是因为咱做会员这个我地主当然一直个这代志啦咱做会员伊跟进程当中呢，伊讲无管这个这个杨柳有关啦包括这个时代，这种是咱过去咱做会员。去照疫情当中一些语言啦当然伊无阮即个讲要情愿就要处着咧做会员即个考察，伊当然了咱们处即个考察去拍，安尼对但是即个杨情愿伊本身毋是讲伊本身心地遮尔歹就是因为就要伊这个爸母的这个生活费用，因为伊家己的这个生活费用，换一个解释来讲，伊就为着金钱请伊这个这个做会员这个等这个头对啦，可以办。但是因为有关当然咱进前的这当中呢，姓友跟这解释咱就是开始语文默契70年，有能力学生将东风来啦这个做会员，伊当然了伊的语言语言，如果有能力学生，咱讲有两位会当来传承着了这个来做会员的这个地位因为当然内底因做一个详细解释因为以前两位毋是发海这边绝对无发海这边当然来做会员有伊实际数据的当然话题数据发海但是这两位毋是咧指因这10位来做会员这这两位呢，因为靠这目前了伊记载内底当中有家己做清楚伊记载，所以咱经过的做当中因为伊每一个解说的都有把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讲得清楚，不可能因为咱一贯都迄个记载，咱叫做别个讲，别个想啦这个马丹啦有这两个啦这两个咱别内底当中叫做别人这个这叫做七种啦叫做别叫七种6种的啦，这两个这两个应该是咱进目前中。咱结果提出来内底当中，这个东方图内底记载这两位人，这叫做别个祥，这个叫做马丹。这个别个祥当中，进目前中进迄个保护以上，有去大约迄个
民众相庙，又把引进的精神，倒来曝光这个性格，来咧崇拜。所以呢，到民众上的这个千字文内底当中，变了咱咧这个制作民众上，这个人吼，这目前中这个个高公有生的这这些工作，知影吼。伊讲吼。这两位菩萨对东方来啦吼，伊是出家，伊是在家啦吼。当然，这两个暗示讲，当然对过去释迦上方全东方，儒家兵法万法通，三边万法修爱处，正心先是重要。咱甲讲起来，因为这有上义的讲对过去。在佛家在家修在出家内底当中，怎传承到就变了。今日讲叫做在家修行，叫做在家的出家。所以因为这已经有一个作品片已经传承了啦。咱今日看到咱历史内底当中，会当讲咱在家出家，已经迄个成为了啦吼，拄着一个。迄个师傅啦吼，迄个嘛是前头遐，用迄个所在遐啦吼，遐算遐咧拜拜，咧做法会啦吼，伊他们老大比较近，伊甲你讲，你看到无咱看嘛吼，阮国家吼，要通阮国家受任，我哋囝咧是，伊讲毋是讲伊囝咧是谁，我哋亲人啦吼。要阮修都无可能啊！伊讲阮的亲人啊，还是我家己人，叫来到阮修都无可能。咱讲就是讲，伊的爸母，伊的兄弟要加修都无可能。我是甲阮家着无代啊，比阮讲阿嬷，比阮讲阿嬷我太太，阮的囝，阮的孙，嘛是赞叹。但是我讲因为咱进应运内底当中，就是在家去出家。你讲今仔日你伫国家内底当中啦吼，听你讲出家，就惊到要来用你吼，剃头做和尚，剃头做尼姑，家洗穿嘞，牛筋来清净，袂使偷食肉，袂使做歹代志，爱穿家洗，换着了吼。就五戒，五戒是咱甲讲嘅，日本教授来讲嘅一个戒，咱头过就讲过，分到有384戒，天爱250戒，所以是人照伊个规矩要修啦吼，迄是大概袂了，对啦吼，安尼也会使，安尼也是，安尼也是。毋过即马有安尼无啊啦，即马无啊啦，别人讲，迄个叫佛法垂末。佛法垂，佛法垂末到这个时阵垂末嘛吼，这个叫做末宗时期嘛。佛法垂末的讲伊的法有因本，这个修行过来底当中，不过你个过去也无够，佛道交代就是讲出家啦吼，为了在家修，必须你因果理因果性，因果因果性个显然做显如理，伊这个在家修嘛吼，出家就是咱必须理嘛吼。即嘛安尼，即嘛伊若必须，反正剃一个头，剃一个头毛球，就大体就讲法师啊。即嘛就讲我身边讲叫做法师啊嘛吼，即位师傅啊嘛。若法师傅吼，迄地位足大，但是按照这个科学上座，上座就讲，因为迄个法王座，迄就是法师，法的讲师，咱就讲迄个讲师。法的老师呢，叫做法师，要坐呢，叫做法王座。伊咧讲课是用坐呢，伊咧讲课毋是咱一般叫做徛的，感谢。咱若过去，看起高兴，师傅稍微讲咱一般都会是因为爱像咱一般这个社会，老师们讲爱听，这是不同的这个。前中不同的这个修炼的这个模式，
不然你管得起目前你把符合的社会模式，你不然你管得起考，伊嘛无叫你袂使传播钱，伊嘛无叫你袂使加人钱，哦，但是伊定叫你啊，你个人情况咧，你个不太好想啊，叫你安尼，你上头面接受钱，哦，唔使做歹代志，这本来是做人的基本的原则嘛，我是安尼，做人的基本的原则。人歹代志都做事啦，安尼才是咧实验，当然嘛，就是实。所以一贯的进步是形成符合社会的这个潮流，那然后我们一贯都在修炼讲情，哦，甚至呢，当把咱的这家己的实现，甚至咱的用本，哦，我讲这个是，这是安尼，所以一讲出单。一讲来讲，这个在他已经做演变，就是把道跟传承跟方式规贴，规贴，所以呢，这个规贴是的，那规贴在莲花，规贴呢在对这里莲花，叫做呐结晶不变，但是规贴在莲花不在。你就会听在人家无在咯，而且咱在嘅，这个道理讲，伊咧你，咱伫在家要是讲，伫这个世间，真正要修成正果，真正是无心，无心，真正啊用心嘅功夫啦吼，对内心世界，家己真正表现的好势，真正吼，毋是安尼简单，所以呢。想着作者诽谤，想着作者批评，想着作者侮辱。我即摆讲就是简单的啦，比如真啊国民党啊，民党啊，甚至这个民党，因即摆要个选总统选总统咱比如讲，伊要培养一个现象，要培养是一个总统。你看，我规定，这电视逐台都在练，逐台都在练，卡啊放啊给播出来，卡啊放啊给吹出来。咁然后呢，有影嘛给规定，无影嘛给规定。你卡啊影嘛不够出来，你懂唔懂？难懂？什么的汉奸啦，什么的扶不起的阿斗啦，什么太监嘛懂出来。一个研究者徛住，要选总统嘛讲，你这是汉奸，你这是扶不起的阿斗，你这是安怎？其实啊，你讲我迄个应该不好，对不？算，有呢，给考进南瓜一点，那你想讲，这个老子的字，老不在算的对了，为什么用公卡那个这个做现在是个呢？为谁做？这个大概做出来，而且呢，伊这个想法，真正是世间要成就一个菩萨，是比迄个总统较伟大哦。成就一个菩萨，是比成就一个总统较伟大。这个物件咧讲，但这个菩萨，这个菩萨内底当中，伊一世人内底当中，你什么物件都爱做修，什么物件做修，来讲叫你做修，咱来讲叫你做修，因为会体嘛，会体的修炼内底当中，毋是讲考虑比较无买着，买着，咱讲用这个亲情，毋是这个道理。我们世间面对面家己咧面，面对面家己咧接受，这是真正功夫啊！你讲，咱过去咱他们保守的，你要想看卖，他们情况，他们保守的，热到偌济，淘汰偌济人，到要升过内底当中存几个地方，真正真守时的存几个地方。我想讲，一站山
结果是有的。当时呢，开分嘛，开分就是咱北安法个比较少的新嘛开分，但是即阵开分无代表伊结果，结果无代表伊调，伊调无代表伊会到你真正下你要办的时阵咯。安尼讲听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都已经转入有即个在下手，这是伊互咱做好的方法，互咱做好的方便，这是伊咱即世来都还在拄着。啊，无你要收着头前的这年花，甚至过去离分学的时阵，很多嘛要出变做年花嘞。是因个大是发到传统法中国，到一个叫做必求名，到即个人称。啊，中因为学传统法中国，啊有一个必求名，分到哪会当去做年花？毋过这经过我靠一贯着，哪会当在下手？乾坤在加修，好，你评估我，唔过是干嘛咧拄着？拢总的，唔当叫做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内底当中是不可换嘛，而标准内底是不可换嘛，咱个想看嘛，咱的人生的过程内底，今日食材料重要啦，啊，我你今日参亲戚是亲哪里？哦。查甫天都就是在你讲话当中，一世人当中，哦，惊介绍手介袂起，为一世人来这当介绍介袂起，我为一世人介绍报告介袂起，做这实情的当中，迄语言。